再来看去年使用名册 IG 受到诈骗的案件，台北市就有2288件，损失是超过11亿。最近有一个查甫人，伊看到名册假投资广告，就开120万去投资泰达币，佮透过保单借钱去投资。 就跟检察官讲啊，你是合法的币商吗？这个涉案的查甫人，甲警方咧画拍拉片，唔承认讲伊有做诈欺的车手，不过伊2届甲一个受害者约提钱，拢总甲摕120万去。搭上诈骗，不要链接给他。专案会逼出来，是警察接到通报，有一个受害查甫人去银行柜台领100多万投资泰达币，警方赶去银行甲伊扣劝了后，请伊协助办案，甲要提钱的嫌犯约出来。 全案询问后，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。这个红线大耳20多岁查甫人，为人面册诈欺广告加入来群组了后，就去用洗脑投资，现金拢去用拐了了，佮叫伊投保单来借钱，差一点就佮加了100多万。 主要能借是那种理财储蓄型的保单，因为它里面就会有解约金，或是它里面有我们所谓的保单价值的准备金。线上网银或是临柜，甚至你超商跟 ATM， 你都可以去直接做借款，所以它的方式很简单。诈骗的手路为真接款的提出去抵押，即嘛阁有保单借款。诈骗集团为网络的社群找目标，想空想胖要骗人的钱财。根据警方的统计，去年因为使用人面册 IG 受骗的案件，光是台北市就有2288件，财务的损失超过11亿。透过 AI 来主动收报诈骗广告，通报平台下架，尽量精简警力，透过 AI 来更快速的达到我们整体的打诈的目标。台北市刑大用 AI 分析，加速闭路的分析，把诈骗的广告为网络顶摕落来，找出有问题的金流，提早启动调查。虽然有比人工的作业较有效率，不过敢真正对抓诈骗有帮助，也会观察。公视新闻，大家报道。